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拜六接见罗西亚的外交部长，这北韩是来答应伫俄乌战争当中呢，伊会无条件来挺罗西亚到底。因为这罗西亚呢，即马是继续咧发动无人机甲飞弹来攻击乌克兰，这互美国总统川普是真无欢喜，伊讲今仔日要发表重大的声明。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伫境内元山度假区接见来访的罗西亚外长拉夫罗夫，并且伫游艇顶面举行会谈。金正恩讲，北韩的无条件支持甲鼓励罗西亚领导解散，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军援所采取的一切做法。同时也讲，双方国战的继续深化交流。 의견을 자주 교환하는 게 매우 중요하다고 생각합니다. президент передает вам самые горячие приветы. 拉夫洛夫这摆访问北韩3天，在3前伊甲北韩外长崔成基伫元山会谈，并且感谢北韩派兵协助罗西亚攻打乌克兰。过去一年，北韩已经向罗西亚派出大约11000名士兵支援前线来作战。金正恩政府也答应，搁再派大约6000名军事工程师甲建筑工人到罗西亚库斯克地区来协助重建。另外一方面，罗西亚在里发射597架无人机、26粒的飞弹，主要是针对这个西部城市，造成2人死亡、20人受伤。 乌克兰方面也加军100架无人机加军10粒的飞弹解散落。 Щоб Україна отримала якнайбільше засобів для збиття дронів, для збиття ракет. 罗西亚对6月开始明显增加对乌克兰空袭，这里是7个第4摆重大空袭，有双方会谈拢无进展。罗西亚观察美国总统川普协商的努力，秘书川普有个要伫10时对罗西亚来发表重大声明。国际新闻，郑元庆编译。